姑娘，随便看看。来，我可是本地的伞王，一定满足你的需求。来，这个也好看，好漂亮。怎么了？老板，就一把伞而已，你为什么要整出这么多的颜色？为什么还要整出这么多的款式？你知道我是处女座的，而且我有选择恐惧症哎。唉，这个世道真是让人为难。没有女人，冷冷清清；有了女人呢，鸡犬不宁。这把，这把，选不出来，我不要了。喂，你瞎？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再也无法忘记你容颜。因为你足够冷艳，所以我便瞎了眼。你知道女人最好看的时候是什么吗？就是把那脸又想笑的时候。无耻！臭流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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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是耍流氓还是来买伞的？哎，你看呢？面对美女，尤其是有选择恐惧症的美女，要多一点点耐心。你让人多圈会，你会死啊！你以为你情圣啊？谁呀？哎，你说对了，在下正是情颠大圣孙悟空。你是孙悟空？哎呀，看来再冷艳的女子也会被我的微笑融化呀。那是否能够麻烦一下齐天大圣，帮小女子擦擦汗呢？真是沁人心脾，人间奇香啊！中了我的10香软骨散，还敢这么耍嘴皮子？臭猴子！哎呀，这位女施主啊，你拿的是什么东西？你是谁？你在干什么？你是谁？你在干什么？哎呀，大师，我是小绿。啊，不可能，小绿皮肤没那么好，你骗我。你的徒弟孙悟空，我给你带来了，看啊。悟空，哎呀，你终于回来了！师傅找你找的好辛苦啊，我好想你，你没有想我。我为了小绿姑娘才找到你，我好想你，你没有想我。你睁开眼睛看看我，你看看我。我看来，他一定是中毒了，一路上作恶多端，肯定被好多人追杀啊。哎呀，小绿姑娘你好机智啊！为什么我想不到呢？不过也是啊，人外有人，豪外有豪，不知道是不是会遇到什么高手，然后就受伤呢？哎呀，会不会中了江湖上传闻的含笑半步癫呢？哎，看一下他有没有。哎呀，师傅，你真的是师傅吗？啊，师傅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以为你死了，我对你的思念就好像滔滔江水连绵不绝，又好像黄河一泛滥，一去不可收拾。师傅呀，你在蟾蜍谷怎么没被蟾蜍给咬死呀？悟空啊！你听师傅跟你说，你之所以可以死里逃生呢，正是为师向蟾蜍精们求的情。你我师徒一场，为师唯有渡你，却不能负你。当师傅视死如归，念起心经的时候，就是这位小绿姑娘将为师救起了。哦，师傅啊，原来你的人缘那么好哦。当然了，但是你不可以太调皮呀，因为这一路上我和小绿姑娘找你找得好辛苦的，连鞋都磨破了。你对你师傅不好，就不要怪别人对他好了。哦，
你就是那只蛤蟆精喽。你好好的蛤蟆不做，跟着我师傅，是不是有什么蛇蝎心肠啊？哎呀，沾沾仙气儿，提高身价喽。这个道理你就不懂了吧？悟空，第一，出家人不可近女色的。虽然小绿姑娘的皮肤越来越好了，第二件事情，刚才的道理呢，为师给你讲一遍，你一定要记清楚。就像这根稻草一样，这根稻草呢，看起来就是一根普通的稻草，但是如果它跟白菜绑在一起呢，它就是白菜的价钱；拿来捆大闸蟹呢，就是大闸蟹的价钱。你记住了没有？师傅，我懂了。你说的真是好，说的妙，说的呱呱叫。好啦，乖啦，把脚放下啊，不要调皮，我们继续一路向西去取经。我不去，我不去，我不要去。悟空啊，你看这里景色多美，你我师徒二人能重逢实在是太好了。哎，悟空啊，你看啊，我啊是太淘气呀！哎呀，你个大香蕉的，这么磨叽，不让我静静的走会儿路吗？哎，悟空不要走太远啊！哎呀，你看他怎么又不见了？你猜他去了哪里呀？我们找了他这么辛苦才找到他，他怎么又不见了呢？不过我觉得他应该不会抛弃我们又走掉的，虽然他是一只好子。逼我的，别怪我喽。呀，天啊！那个大香蕉也没在搞什么仙人掌啊！悟空啊，你去哪里了？我和小绿找了你很久。这个是仙人掌啊，你是不是很喜欢？喜欢它就对了。仙人掌这个植物啊特别好啊，我跟你说，无论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之下，它都可以生存的，值得我们出家人学习。但是啊，你先不要叫啦，听话。但是拿仙人掌呢，不可以抱的，要拎，不然很痛的。哎呀，你干什么？拔仙人掌的刺啊，不可以这样拔的，不然它会很痛的。要这样。那个大香蕉啊！你看他多多帮忙啊！那个大香蕉。